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12月20日，虛假的聖誕。歡迎收聽每日箴言，我哋一齊聽一段嘅聖經，馬太福音嘅第2章7至到8節。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，細問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，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，說：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，尋到了就來報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西方世界嘅聖誕節已經極度世俗化啦，雖然慶典仍然冠以基督之名吓，但喺呢一啲嘅時節，佢係充斥着嘅係禮物啦、派對啦、燈飾啦同埋裝點。盡管呢啲嘅元素咧，其實多數都冇乜害嘅，但係卻未必能夠引導人聚焦於本應該作為慶典核心嘅對耶穌嘅敬拜。可悲嘅係嗰啲熟知救主降生預言嘅祭司同埋文士，竟然冇興趣去核實應許嘅實現。盡管伯利恆距離耶路撒冷只係數里之遙啫，而希律因為感到威脅，先至心裏面去關切呢件事，卻唔願意去聽聞神想要嘅君王嘅樣式，就係一位柔和嘅牧者。有時我哋同樣都好容易忽略咗已知道嘅神嘅應許，執意去維護自身嘅權益同埋舒適區。聖誕節將要來臨啦，或許你已經開始嚟到慶祝，正喺度享受緊文化賦予呢個節日嘅傳統氛圍。當我哋歡慶嘅時候，需要慎防傳統或者不良心態催生一個拒絕敬拜耶穌嘅虛假聖誕。但願我哋唔係好似希律咁樣固守舒適嘅宮殿，而係好似東方博士咁樣主動追尋神應許嘅救主。慈悲嘅神啊，我哋承認自己極容易沉溺於自我建構嘅聖誕幻想，佢係錯失咗救主降生嘅奇蹟。求你赦免，並且使我哋嘅心智能夠定睛於耶穌。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